好，唔該晒。好，先講一講先，因為其實我係今日因為要上堂，咁上 M1，即係識明嘅就明㗎啦，係咪？我冇得唔咁樣着啊，會俾人鬧㗎，我會。好，首先大家好啦，我係 Jason 啦。首先再次多謝阿 Paul 同 Yvonne 提供個舞台俾我咧，讓我可以分享一啲我自己自身嘅經歷。先問咗先，大家有冇即係我見到一啲男性啊，有冇聽過咩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啊？劉德華嘅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。我普通話唔好啊，你俾啲發音得唔得？有冇聽過？有冇聽過 ？OK。另外咧，我想問大家，如果心情唔好嘅時候咧，有冇試過去聽一啲心靈雞湯嘅一啲 YouTube 啊，或者書，去令到自己正能量啲啊？都有係嘛？我咧係一個好情感帶動嘅人嚟嘅，同埋咧我經常都想保持正能量一個人。咁可惜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，因為單親家庭啦，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唔愉快嘅圈子，亦都被過欺負過啦，俾人即係總之一啲唔愉快嘅經歷，咁令到我經常喊啦，唔開心啦。咁我就細個同自己講咧，就係我要堅強，我要堅強，我唔可以再咁軟弱咁脆弱，因為我堅強，我先可以保護到我想保護嘅人，我嘅家人或者總之我重視嘅人。咁我就開始去諗點樣做咧咁樣。咁開始好似，但係我發覺有少少扭曲喎，就覺得我哋男人啊，我哋要堅強啊，即係我哋唔可以咁容易展示懦弱嘅一面，即係例如喊啦，又或者係即係盡量係想堅強啲，有一個咁嘅形象。咁同時間就因為自己想堅強啊，所以就想吸收多啲正能量啦，會想同自己講，即係可能話我要點，即係我要正向，我要令到自己好 hyper 咁樣。咁但係發覺呢樣嘢都唔可行，因為好攰啊，即係好快就好攰，唔可以持續落去。咁但係想做呢件事啊嘛。咁亦都發覺就係我有種謬誤係我唔想，即係其實有脆弱嗰邊，即係10隻手指有長短啊嘛。我哋係會想展示自己長處，而短處嘅時候咧，唔好麻煩人啦，即係費事麻煩人。同時就唔想俾人感覺上自己弱嗰部分啊，咁想裝堅強。咁但係久而久之，其實呢件事咧係只係將自己懦弱脆弱嘅部分咧掩蓋咗。即係我自己都之後就即係人生有唔同嘅經歷啦，令我發覺我學懂其實唔係咁嘅。即係原來真正嘅勇氣咧係要承認自己嘅脆弱，係唔需要介意話俾人知就係我真係唔識，我真係需要人嚟幫助。因為原來我聽嗰啲朋友講過咧，就係被人幫助咧都需要勇氣啊！即係總之都你俾人幫助，你可以唔俾佢幫噶嘛，都會俾你幫啦。但係原來都係一種福分嚟嘅，即係都係幫助人哋，因為你俾佢幫助你自己嘛。咁所以我自己覺得開始慢慢反思，原來唔係啊！原來接落自己嘅脆弱咧係展示自己勇氣一部分，會令到自己更加強大、更加有自信。所以令到我自己覺得原來我係可以改變，其實我係一個強大嘅人。所以其實係唔需要去掩飾自己嘅軟弱。有部分睇睇字先，因為啱啦，冇錯。因為我自己細個唔中意讀書嘅，細個唔中意睇書，大個都中意睇。即係我一背囊長期都係啲書。咁有一本書叫做《脆弱的力量》。咁咧就係一個同理心或者係一個情感係嘅一個博士，叫布朗博士。咁佢咧就講啦，就係脆弱嘅本質咧，其實係一個創造力同埋情感嘅核心。因為我哋只要承認自己有脆弱嘅一面咧，我哋就會有更加自信同埋更加強大嘅力量，做到想做到嘅事情。咁最後想分享一件事嘅就係我啱啱禮拜日咧，同我老婆睇咗一個演唱會。周深嗱，唔好羨慕，周深演唱會好難買㗎，係咪？香港咁我唔知點解佢又買到喎咁樣。咁嗰時純粹諗住陪我老婆睇呢個演唱會，跟住即係因為我忙緊，不停喺度，即係禮拜二我啱啱禮拜二做分享，咁我就要度稿啊嘛，係啊，咁我就有啲唔專心，但我同佢講陪老婆好啦，就陪佢睇啦，佢又開心咁樣。跟住無端端睇演唱會同我講喎，喂，老公啊，你要愛錫自己多啲啊！哇！我即刻我真係破防啦！即刻我心諗，哇！原來即係我要愛錫自己多啲啊！可唔可以俾啲掌聲多謝我老婆啊？係啊，我覺得係啊！原來真係要愛自己，去痛錫自己，唔怕俾人知道自己脆弱懦弱一面，而我可以更加有力量去展示我自己嘅長處啊！例如我唔識做 PowerPoint 嘅，所有 PowerPoint 啲嘢我以前啲揾人做嘅，而家都以前自己做咧，做嗰個 PowerPoint 可能
可能即係1-2個鐘搞掂嘅嘢，我做全日㗎係要，就係咁咯。好，今日分享就咁多，唔該晒 thank you。